个琼口，梅竹市琼口镇，就出3个的蔬菜啊。係啊，先對面嘅細妹呀，有好3個啊，你就溜啊溜得來喲，係咪啊你啊？mà cái nhà ở thọ ngồi đi xin nhau, rồi là cái ít trồng lại theo là, cái chỗ cũng là cái ở nhà con, chỉ có khó ngàn trái cái này cá nhiều情况，anh có chính ở khó ngàn trái xây nhà này, trong ít trồng là là. 我講呀，半支木頭都要，咁樣我出啊，我先先我呢家說話家有好出嚟，又可能嚟拖到來安尼係咪？人哋就安尼，嚟拖到即係我們安尼嘅問題啊，所以我們呢啲人咧，如果要講個下台，我要個下台呢，我如果個下台就冇拖個家來冇個下台。嫁過來嘛，愛死都要做哦，係啊，就講迄苦過來哦。這是態度講面多。冇，我態度冇，我也冇面嫁過來做按頭洗頭，係啊，冇面到食按頭苦哦，我態度冇做過一頭洗頭嘅，全部嫁過來就學嘅。爸爸媽媽態度跟爸爸媽媽金是低嘅，金低嘅。之前都唔掂啊，因為貴州冇講，冇講啊，其實談到愛做按苦嘅生意，佢唔係幫我嫁過來哦，係真係哦，因為畢竟我哋睇了啊，冇做過一對洗頭嘅咩，都冇拿過腳頭，像我話我紮眼呢，其實唔是呢，我話我要種眼呢，要紮眼呢哦，我媽媽唔是呢，個按苦嘅洗頭都會了啊！我係20分一定啊！老師你出嚟嘛？幾多啊？係係咪？哦。係啊，我都登記啊。係。係。哦，先唔怕，我喺嗰等下。哦，謝謝，哦，再見。出來呀。呢個人咧環境冇錯啦，其實我唔去做，我也有得食啦。我睇人實呀，我唔去做面炒菜也有好食，也有好處啊，冇樣。但係我講嫁過來自己家庭咧，應該面對啊，嗬，要食苦啊，冇可能一嫁過來出來享福啊，係啊，絕對冇可能嘅事情。係嘛也，安尼也好討厭自己。因為我哋。也可能怕我哋頭擺頭睇了一種嘅思想啊，比較辛苦啊，可以傳見啊，或者一種好像嘅一種嘅思想上面度啊，或者客人啊，嘅細妹啊，家人老公，我聽老公，我到多樣嘅環境就要面對啊。你做過嘛你啊？啊？你做過啲工作先嘛？做鐵白做呢事。做幾咩鐵白？生出身窮口鎮嘞，今日來到米農莊哎，太細
些事情都爱做，可是从来没想过。公婆相识最难得，太过阿姊来帮忙。希望将来生活好，幸福家庭得安康，家庭幸福得安康。因为阮个白咪讲，有人介绍讲吼，你睇了有做媒人呢？因拢没有，一样个家做了有。嘿嘿嘿。我家做得了钱。帮你做了钱。中安尼啦，俺现在已经做得了，中国等于看啦吼，又拿钱来呢，伊咧又唔过去啊，又唔看生活，又给发我冇钱，为了伊嘛叫我去，钱又冇偷到生活，又钱又发钱，伊咧也唔偷嘛个，总系见老蔬菜啊，太阳的蔬菜啊，也就见老的了，我钱是发海的，又冇偷到生活回来。那做这个事情，我想要加半退嘛。退吧是，毕竟唔了解咩，咁冇了解啊。小就来反正就赌博一下，赌博下看那是，这个看那是安尼命好就好咩，命唔好就唔好啊。我就是容易嘛，国泰。系啊，国泰哦，我加多年反对，我加过来哦。有反对。系。什么有反对？毕竟因为一条路按样啊，爱来又来唔得到，爱贵又贵唔得到啊，因为冇了解咩，即好像咁呢凭中介安尼介绍啊，佢話唔好啊，一條路按樣加到好又覺得加到冇要送嘅一隻哦，所以我自家決心安睇啊，我唔怕啦，我看到我頭家可以個螺絲嚟樣啊，嗱我也就我頭家幾片啊吼，就我聽講喺上下咩，要中按到有電梯啦。我話唔怕有電梯啊吼，我自家可以來靠松樹來做嘅都是啊，我唔安尼唔成問題啊，就安尼決心上加過來啊，只要看到我老公個老師。你農山下好富光誒，麥嘅石頭有人做誒。天特工作難得閒，有時兼差來當菜。人生工錢多少錢，自己創業不是夢，自己創業不是夢。個下工啊吼，本來咱爸用廠牌咩，將佢喺中間我識唔到咩。就慢慢的就安尼經驗嘛，就唔是嘢地步啊，就安尼成條嘢啊。佢會抽來抽去，兩邊咩，兩邊微的佢會抽來抽去啊，然後發通個太陽安尼啊，唔會變真的老公嘅啊。嘿，冇發通嘅下工變真唔曉睇啊。哦，嘛你學本的吼。係啊。也神係安尼會安尼發通來過來安尼。係啊。運通路嘅。喺冇運通啊，嗰度嘅下工啊吼，等得好耐嘅變老公嘅唔曉睇真。哦，學到幾多呢？吼。冇我哋唔曉學緊張嚟養啊，就見每年咩，長教人家安樣嘅識啊。家來去知哦，會咁樣做，會咁樣學習。唔曉得咧，每年咁樣來學習完台灣咧，安尼個各種嘅工作也冇做過嘅，可以來嘗試一下。好比講打工唔曉得，會停來學。譬如講那個煮麵，完全唔會唔知冇看過，係個講用白，就咁嚟做，佢都會。可敬可悲精神。
我有等於啦，我講啊，愛在做太陽啦，佢用用。唔過頭嘢話我了下幾多，買嘢啦中藥哈，俺這個買嘛中藥咖啡啦，了下幾米，我一下幾多了，下唔多咪個價錢，我講用用。而家呢個葱藥哦，可以睇你啥色，冇色來吼。我就係。佢就係。我就係冇色，咁咪睇見個咩？咁你拖太陽眼喎。ai có ai tại mai nhiều ai chung nhau chỉ cần mai mà chung nhau cá với nhìn nhà họ món mình xa có gì anh nhà thấy chúng tôi là mới xa cá mình nhắn nhắn chỉ hết tệ mua nên chỉ mai nhiều gì mới chịu hết感覺台灣比較應該各方面比較充足啦。比如啊，安尼生活方啊，同嗰啲環境方啊，都比大陸嗰好啦。因為大陸嘅冇那好做工咩，做工人工啊，個少啊。你工資上10萬元人民幣誒，15塊錢，差唔多就安尼啊，我哋那冇來到台灣又冇工作咩，有時會屋企樓下公用事啊，還有端菜啊，就一工人就賺800元咩，像800元安尼個好用誒，比如冇人來睇到嗬，安尼就算個好誒咩，公婆眾所出錢來幫忙哎，少時從要下共同哎，廣東小事張開中，鄰舍朋友來捧場，夫妻相聽來談情，只夠用家冇問題。只夠有家冇問題。我點樣咁多廣東小吃，因為喺廣東乜嘢咩？廣東冇人，所以我喺廣東小吃啊。嗰度冇人嫁過來，可能廣東哦，人家個比較好認啊。開張誒，差唔多10日誒，主日13號開張哦。開張按照你哋生意都唔會差啦，都係。還可以做啦，生意慢慢來咩，係啊，唔敢要求一下生意用按好啦嗬，希望大家路過嚟炒料啊，為捧場啊。明日6點講來。明日個做烘起來哦，最冇5點啊烘場啊，烘場啊嗬，就是要買豬肉啊，買泰國，煮湯飯。煮飯，撈小菜，整好誒就準備店面啊，打開來啊，擺出去，做成嚟個做我機上歐巴桑啊，做些啊嗬，有小朋友啊，有食飯食麵，什麼都有，有時做唔在乎人家食咯，嚟到誒係咪整好我一個煮誒啊，所以你就說一個做紅起來。那有做你下工堂嘅事嘛？下工堂嘅時候冇做嘅哦，我頭家都做唔到嘅。店方我就負責店嘅，就管理嘅店，我落到就唔同行，今還要去上班。天夠熱啊，去上班所以
点就爱自家根久啊，爱土生意呢啊，爱爸爸等啊吼，爱太久啊，啊嫂的要同爱听书可能咩，太个啦要读幼稚园，安尼算个问题呢咩，我希望生意慢慢的做，慢慢的吼，可能生意过好嘛。所以加过来6年，主要最近经济个问题。系，就属于同下工嘛，泰国下，跟2个人入嚟啦，也还差唔多，咱个就一间小食店，做只有啥邻居都个相识个，佢做都睇教我来捧场嘛，哎呀。唔像未来对一个家庭啊，很生意的有乜个想法嘛？家庭對生意你有乜個想法冇啊？對一家家庭同生意呢，對未來啦，咁咪做盡量嚟去做嘅，盡量嚟做，希望做本身人嘅家庭都有好嘅生活咩？我家庭我安天，我冇希望做我樣嘅嚟啲家庭生活咯，希望，做安尼啊。哥哥都唔驚，係其實。其實搞來又唔係像外人睇你想安好咩？哎呀，搞過來像，唔要講唔好啦，即係吼，就靠自家去拼咩，去唱出來啊，就冇依靠家庭啊。佢自家去創造出來啊，去掙錢啊，自家努力去做事，賺錢。睇下個實忙咩？因為人家來，看到睇個按實忙係冇可能，像睇呢樣安尼啊，所以我有個實忙去標啊，因為天天嘅啲腳鋪來行啊。窗口，梅竹市窗口镇，就出3個嘅蔬菜啊。我想小期片的最重要是他家人本身佢注重家庭的家畜嗰講家畜的啦但是按注重家畜的個族群，我想突然講增加按到我小朋友，就我小朋友由泰國來啦東南亞來的，等於花式唔同，食嘢又冇相同，加按傳統客家人都係有認同嘅嘛。都得有，真是講家人看到嘅家庭的一份子嘛。最早就想到的問題，想我來請佢來答案啦。出身從口真嘞，今日來到米農莊哎。大細事情都愛做，可是從來冇想過。公婆相識最難得，太個阿姊來幫忙。希望將來生活好，幸福家庭得安康，家庭幸福得安康。有時間才來斷菜，兩三公斤
现代色层次的中央或是梦。反正就赌博一下，赌博啊，然后冇用冇啊。係啊，個太陽係隔咗要跟定係隔咗來。这个影片没有很清楚的交代说，因为它事实上这个过程发生一直连串，像第一次去他，比如说我跟他拍那天去哈，就去第一次去做香蕉园的工作嘛。那做完之后，再下次呢，他说他要去那个喂虾哈，那去的时候，他虾子刚放下去20天，我们第一次拍的时候。那当然后来我问他，他虾其实收成不是很好，然后好像现在空在那边，就算是成本下去又没有回收嘛。然后他说他在顾店的时候，他先生有去上班，然后负责池塘的工作。其实他先生工作就是，算是临时的工作啦，对，临时的工作，所以其实也不稳定。所以我就说，很多人是处在这种其实为家庭经济一直在找经济来源的。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家庭的问题？我前年吧，可以算前年，我在台中逢甲那边，逢甲旁边，那我们就去，跟他订一个那个摊位，对不对？我们就找个摊位去摆摊位，我们两个去卖，大家都有卖，有客家小吃啦，哈，台湾的啦，还有我们泰国的，我跟我妹合作，知道吗？哈。本钱也没有呢，我也是为了家庭，我老公没有固定的工作啊，对不对？他只有在田里上做，水果很便宜的，做了你一年收不到20万，大概10万块左右，我老公1年的收入，那我就跟我妹想出办法，下面开个泰国料理啊。但我觉得那么多开大概有30摊吧，那个摊位的广场里面，它是一格一格的，好，不到500有时候。真的好累，累到我们两姐妹做到，你知道吗？一点元气都没有了，人家大家看起来很可怜，很心疼的。有的客人不是他们常来吃我们的东西嘛，对不对哈？吃我们料理。我拜托你们两姐妹不要再做了，好不好？人家看得很心疼，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一直想要不做了，你要做什么？对不对？好，跟老公在田里上里工作，1年收不到10万块。对，全家人要吃，你要怎么生活？今是一米路，故鄉後背有山有河，點點滴滴記在腦。那麼不好啊！以啲慢嘅行徑呢，給人的偏激嚟講，乃是包含到傾動力、傾風力啊。你啲慢呢，嚟可能是按照檢討起嚟講，我感覺到真奇怪。你5點半你還按做嘅時間，大部分人都很懂我說嘅時間，但是他們本人咧發通啊，佢自己都完全就嚟脫落了。4點佢做好了，準備菜太拿出來賣，有乜東西5點佢都到了橋頭都準備擺片。真多富人家你是睇嘛睇南面出門啲山鄉啦、田鄉做些，所以講呢個衫褲要洗，必須要。從南面佢處理工作之前，佢就要完成，所以呢洗衫褲呢，佢要比一般人要較早一順。所以你前年去問之前，做按多種些，你要問啊，什麼些呢？那2種些以前，水要開辣了，就唔開到人垃圾水，所以。開水嘅時候，時間要準做，才發現呢3點4點就好了開水，所以富人家人呢，又按做好了開水，又按做洗衫，
在东澳呢，要行来肉煮，要剁煮菜哈，要行来喂鸡喂鸭哈。你按多种些啊，讲起来，对咧富人家人是非常大嘅，嘅工作上嘅负担。所以人讲啊，我今日太冇步骤啊，我现在落了3斤橋啊，你講，先唔落3斤橋啊，都是唔得今日太冇步驟，因為太冇步過去幾年情形啊。所以講喺咩講，喐嘅人啊，我哋今日他們不種，睇到你激發喺咩有正面嚟講講，一般的人啊，小貓看唔判得，啊，不貓今日啦，他們不，喺咩嘅其中係一個原因之一啦。啊，個二來呢，他們不係一個較純粹嘅農村嘅記錄，啊，單純佢種土呢，佢從事農耕嘅人呢，接觸面較冇咁快。哦，我哋尋對象呢，較冇咁容易，所以要時態嘅應用嘅要小計我個信仰嘅行業入來時啦，他們部啊係每個人嘅真好嘅介紹嘅對象嘅所在。今日按叫來嗬，總共要統計起來要差唔多係話是80屆嘅，啊，我是嚟討論嘅信仰。跟你们这边那么多外籍新娘啊，他们跟你们的互动怎么样？还不错啊，他们学习能力都很强。怎么说？来哦，不会哦，2、3个月他们都很会讲，唱歌、国语歌、台语歌什么都会，厉害，遍他们的天下了。我们这里啊，出来那么10个有8个是外籍的。是人讲讲我是外籍新娘不？是个富豪，然后还每个月都要寄钱回去了。无大家安尼啦，好嘛，哎，知，好嘛真济啦，好个点点处理点点做的哦。明白，唔好太遠快，免准切家來安排。人生是海浪，要高家要低，日子落難愛原來。小時候真的有可以讀那個多好。我小時候就看人家每天早上一大早，每一家都是書包背着就走了，啊，我們就是沒有，吃飽飯，啊，工具拿一拿就到場上幫媽媽工作了。真的很羡慕人家讀書啊！哎，學校長怎樣我還沒有看過哎，真的沒有看過學校了。說得這麼可憐，真的沒騙你啦。學校怎樣我都還沒有看過哎，我都沒讀書了。有可能嗎？有，哪有可能呢？有一次我去郵局哦，你知道嗎？第一次去郵局，我又不會寫，你知道嗎？啊。又不會寫，然後我就叫那個裡面的人說：“你幫我寫一下。”但是我們裡面的人不可以幫你寫，你知道嗎？啊，還是你要自己寫。我氣死了，我就不辦了，我就跑回來了，你知道嗎？我就不辦了，我就跑回來，我就跟我老公說：“你去。”我說我不會寫的。每次我媽去上課的時候，就拉着我媽媽的衣服，她走前面，我就走後面，這樣拉着我媽媽衣服這樣。然後我覺得我在家裡，我沒有辦法離開我媽媽的身邊。也是想我媽媽吧，還沒嫁的時候，我媽就跟我講一句話說：嫁老公你不要挑帥哈，醜沒關係，年紀老一點沒關係，那樣才會疼老婆哈。看對象的時候，我就想到我媽講那句話。我老公所以你就挑阿凡啊？真的沒騙你哦。
说。很多我看很多人是大领带穿皮鞋 ，Kiko 的走路，对不对？你不喜欢？我老公去看我，穿一双那个工作的拖鞋的，衣服就很脏。这样怪不得你妈交代的话，你就真的，他穿的衣服是工作的衣服，你知道吗？很脏哦，乱七八糟。头发很长，也不理哈。胡子也很，反正福西玛萨就对了啦，那个脸啊，真的没骗你啊。然后整个脸都是胡子啊，他是什么？耐腮胡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福西玛萨啦，也不刮也不剃哦，就是很懒，看起来乱七八糟那种，很老实的样子。很老实那一种。他来的时候啊，那时候还带很多那个外籍新娘在那边，要看的人就去那边看了。那我记得是每天晚上去，就是说，他看这个女孩子不错，那他们来四个女孩子，只有他一个不会和那时坐在一起啊，那里喝茶啊、聊天啊，他就另外坐旁边，就叫我去看，喜欢就先带他出去玩一天啊，玩一玩这样回来。那时候我30多岁了，我也不会挑啊，对不对？看好就好了。我公公婆婆、我姑姑我婆婆她妹妹，我姑丈、我老公他们全部去看了。那天晚上，第一个晚上去看就看中我了，对不对他们自己全部都说好。喂，那我刚才讲看了，他是说下午好像有点草还没砍完的样子啊。要是他说好的，他就过去做人头老公的出现，也可以避免大陆新娘不明就里的就嫁给一个台湾穷光蛋。他买面给你吃，还是你自己买的？他叫我。只是这台湾政府的用心良苦，全都用在了大陆新娘身上。相较于其他的外籍新娘，她们不论是取得身份或是工作，都显得困难重重。阿姨还有帮忙剪啊。桃园中立很多我们那边过来的小姐，她们回去的时候回娘家就说，台湾很好，怎么好的，很好，对不对啊？那她就说一碗面50块，但你工作很有钱，一天500。那时候你看，很想的，哪一个听都不想，对不对？你想那么好，我们过下面结婚好了啦，对不对哈？不要说去工作的话，我没有那个身份证，什么都没有啊。好，结果我们就去泰国清迈那边找工作做，然后我们那天好几个女孩子一起那边做，然后一个专门做中介的带小姐过来台湾的，就去那个工厂去找我们说，你们想不想去台湾这样的？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说好，我也想去，我要去，我没有考虑第二句话呢。因为那时候我的想法怎样，那边真的太苦了，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对，有时候我妈生病发高烧，你只好坐在旁边看着她呢，只能做这样而已呢，你知道吗？你有钱，你有10块钱去买一个感冒药给我妈妈吃吗？没有。她死掉也是这样子啊，就是看着她死啊，对不对？你没有能力去买药给她吃，拿什么来给她看医生？什么没有啊？嫁下去就才知道我现在真的是什么都不要说帮助我娘家，连我现在过的生活都是怎么讲，她都付不出，连我的零用钱要靠我的双手去做，我才有得用，我才有得吃。有时候靠我双手去做，我还要帮他买商舱、顾商舱，你知道吗？不是我自己要用，也没有说有时候寄给我妈也没有。没有办法
你要到外面做的话，那工厂这么多岁了，人家不要请你啊。你自己做家里做自己的就做一点算一点，吃饱就工作，工作过回来就吃饭，这样睡觉，不会赚钱的。你读书嘞？我退休啊，你退休了没？也好读书啊，100而已啊。有一次县长来哈，他跟我们讲说，我说县长，我们希望毕业的时候希望有那个学历，因为这个现在上课这个教我们读书这几个老师真的是很有耐心，他边上课边教我们，他就边帮人家带孩子，你知道吗？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就在教你，是这样子吧？对。还有我叫老师帮我看，老师我说帮我看一下，他说这样子是对的。就是不怕疯狂自由態，就是唔驚天寒日頭曬，每到將來，每到命上，千萬苦也愛扛。一份努力，一份小心，望天不負苦心。用为是犹太讲用为，所以我上一次就有交代你你参加做种台湾要公给人第二就嘛个东西摆但是暗地那是暗地，这系摆嘛个意思。你那是讲你准备去做种？做我来跳讲19年，可能做其他多的啦，像3年多嘛，老师那4年左右。3年多4年多，晓得准备个东西，暗地摆嘛个意思。反正讲毕业事情。太强是讲俺天公的历史啦咱天公就钦泰，所有的神明天公是钦泰，拜天公初一十五会敬天公的事实，拜下伊多人去做在，也有人去分，天公庙初一十五也有人做江台中初一15。从印尼过来本人相齐啦，我叫徐秀琴，从故乡来来到台湾目前就20年的啦。以前来啦我爸爸都讲，台湾是故乡，自家的故乡啦，唔闽南啦。来了上啲工厂，感觉到人家介绍媒人嫁老公，还是想讲好啦。该知道要爱结婚用有台湾身份证我们外劳来都冇台湾身份证啦我都讲公公的门牌号码冇去叫认识先生就结婚。爸啦，念到俩，念到改转来做油漆，念改来，这个细年忙要改就按忙做了。这是真正是老二的，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反正有写何家明就是了啦。通通都是的。那嘉明，你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去学的吧，去学的东西，有的没有的，学记忆班的那些奖状给它贴起来，对不对？奖状的那些，啊，学过的这个是柔道，这个是柔道啊，那个是跆拳道。在学校学的吗？这个柔道是学的啊，跆拳道是我出去外面学的啊，这个是县运第3名，社会组啊，那个是国中组，男生第2名，那个是学跆拳道第2次比赛，这个是北一概比赛，啊就之后就没有了。他朋友那些都是印尼院的，哦，真的讲话会气死，真的。跟他讲什么，他要跟你讲什么。外籍新娘都这样吧，10个有9个都这样。刚嫁过来，讲话你跟他讲什么，他会听不懂啊，他会跟你讲什么啊？以为他在跟你讲什么，都嘛这样。我的功课是我阿嬷教的，不是我妈，她不会什么，她也不能教我什么，就这样子的问题吧。小时候妈妈是越南的，教没有很多啦，对不对？教你国字她会吗？不会啊。教你写那些比较深的数学，她又不会啊。加法她还是会啊，对不对？你能跟外籍新娘学到什么？学到就这样，日常生活，怎么洗澡，怎么吃饭就好。不是说她到医院，护士拿东西给她签名，她是什么看她就看不懂了啊。对不对？照顾病人要怎么样照顾，拿给他看，他也不一定看得懂，对不对？而且他打电话打公共电话，买个手机给他，叫他按，他明天又忘记了，你要怎么讲，对不对？你妈妈那边的事情，我也不想了解，为什么呢？我问你啊，如果他今天过来台湾，目的不是在那边生活不好吗？是不是他才会过来？对不对？他过来台湾是不是他想要过好一点生活？没人那么笨吧？过来台湾还想过比他之前过的生活还要差，没人那么笨。我相信这个在那边有10个有9个是这样，对不对？我儿子小优，这是什么东西？联络簿。我不会读，我不会念，我不认识那么多了，这样子字我看不懂。今天的，这个明天，还有我不会读了。有时候看你懂了，不会读，我不会念了。秀琴，那你用来跟生意的人先生沟通吗？用先生沟通啊，我们电话联络啊。我看不认识字，我会，不用讲就讲话。我自家本身都唔知这个台湾是怎么样啊，我怎么会不用顺晓家己沟通？小孩子很烂啦，读书很烂啦，冇买晓，难切啦。冇买就高级哦，就还没读书哦，写字啊，看到字冇写都见喊佢写，咁佢自家写，啊冇安样做。啊，所以呢，拿钱去买那补习枪啊，来唔看，钱去补了就是穷款浪费，补习又还要叫人闷挨，我查妈佢啊，讲补习又还要叫人闷，又喊讲唔晓，啊这个白浪费的。人冇补习都很当不哟，啊，那补习了大概，我一早我爸阿妈冇读书啊，我妈唔是年高啊，要过来我先爸爸说可以啊，你来台湾，我是自己过来的啊，我妈自家安尼努力过来啊，啊，我去抽查的东西嘛，我妈见闷人啊，一早爸爸冇发，我那唔晓啊，虽然一开始是爸爸冇发，我连
写那个 “b”“f”“m”“f”，我常常写错啊，怎么下笔我就不会啊。我们读的，我连读的印尼文同咧 “b”“m”“f” 冇共用。啊，我按要查看冇头看。啊，我讲基本nhà ma cái nên con cả khen mà, anh ma又冇读书啊，公公又冇读书呢，大家又没有读书，他爸爸又没有在这边啊，俺要高级，俺妈唔晓啊。你们家的小孩都很会运动哦。我妈是吃读书唔是都爱运动呢，还没有一个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他又没有选择了。生人的思想又冇相同的。冇讲大概生人了吼，俺讲出来吼，要听俺用上教育怎样吼，俺讲安尼以为佢冇爱听啊，吼，啊以为佢讲阿妹冇高级，啊以为讲阿妹唔教我太多咧，太啰嗦咧，安尼嘛一难了。我三个生人我咁讲吼，三个个性吼，我嘛唔知安样做，我嘛唔晓。连晚的生人是唔得骂，是唔得打。以前不能打得骂得，连晚的反倒咗呢，生人来讲阿妹用上呢，不骂阿妹呢，系啊，不讲阿妹啰嗦怎么样呢？啊，我都咁样安尼吼，我心里我心肝嘛当难过呢，我嘛当痛苦。當然啦，你啊，都拖咗80屆，我是嚟形容嘅話，對個狀況而係會影響係非常嘅大嘅，非常嘅深，非常嘅嚴。啊，你是咱他自家你慢愛面對安樣出來，本來嘅衝擊降落千地啊，你是咱以後大家共同努力嘅目標。相逢是多美好，生人今是一米路，故鄉後輩有山有河，點點滴滴記在腦，童年夢靜靜嘎嘎，少年盼此情無價。春夏秋冬會廝守，只是情重重中落，故土